曾經風光一時嘅台灣 YouTube 界始祖反骨男孩，最近正式宣告落幕。領軍嘅學員喺影片度證實，反骨旗下所有藝人經已解約，咁即係話反骨男孩入邊，除咗學員自己之外，已經再冇任何簽約藝人。而呢句說話亦都等同於呢一對曾經百萬訂閱、風頭一時無兩嘅反骨男孩正式畫上句號。Samsungstore.com 安全套專門店購物滿400蚊即送你電影換票證2張。不過反骨男孩今日嘅解散絕非偶然。如果睇返佢哋過去幾年嘅發展，其實都有唔少嘅爭議同風波，逐漸咁將成個團隊推向懸崖邊。2020年，佢哋就因為拍黑人抬棺嘅惡搞片，被指涉嫌種族歧視，最後要刪片兼公開道歉。之後，偉哥退團事件又爆出學員因名利改變，而當時嘅孫生力撐學員，甚至公開批評偉哥扮可憐。而呢件事亦都直接將團隊內部嘅不和同情緒浮出水面。而2021年仲有培根批評學員風波，指控佢嚴重走歪，內部矛盾升級，但當時未完全引爆。2022年，學員因為喺鐵軌上影相，觸犯鐵路法，又要刪相同道歉。2023年再爆出私密片事件，聲宣指控學員未經同意拍照並流出，引起公憤。而孫生幫口撐學員，話兩人關係係合意，結果火上加油，惹起更大爭議。最後喺2024年，學員又因為喺社交平台暗串黃陽明代言太多，成為另一次公關災難。短短5年期間就已經發生咗咁多爭議事件，可以證明問題係長期存在。再加上成員一個又一個離隊，雷拉走，偉哥走，就連一向力撐學員嘅孫生，日前都喺 IG 度講話要另組反骨，要一個唔要 A 錢嘅團體。時至今日，反骨男孩剩返學員一個人頂住招牌，要維持舊時嘅規模，其實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事。講返過去反骨最風光嘅年代，呢對台灣 YouTube 早期最能代表惡搞系嘅團體，整蠱、街訪、短劇、咪咪，樣樣都做齊，而且好多都爆紅。YouTube 訂閱人數過百萬，影片成日上熱榜，一度成為網絡界嘅超級流量密碼。而且佢哋仲多次登上走鐘獎，多年嚟都係台灣網友心目中嘅頭幾位 YouTube 團體之一。而孫生更係靠中國有嘻哈扮吳亦凡扮到9成似，直接變成咪咪，喺兩岸三地都紅過。嗰陣時真係一講反骨就等於講 YouTube。但反骨嘅故事講落去就一定避唔到孫生，佢係團隊人氣核心，但同時都係爭議最多嘅嗰個。感情風波、生活混亂同女性嘅糾紛，基本上每一年都會有新嘅新聞。眾多負面新聞長期累積，久而久之影響團隊形象、商業合作，甚至成員之間嘅信任感。外界普遍認為孫生嘅爭議係反骨後期最難處理嘅炸彈之一。而反骨男孩嘅解散，有人覺得可惜，有人覺得唔需要可憐。YouTube 耐唔耐就會換一代觀眾，新玩法取代舊玩法。而反骨曾經代表嘅整蠱時代已經唔再係主流，佢哋成功過、爆紅過，亦都衰過、跌過，俾網友鬧過。但無論你中意定係唔中意，反骨男孩絕對係一個時代嘅代表。佢哋嘅存在，佢哋嘅笑片，佢哋嘅爭議，都一齊構成咗台灣 YouTube 最黃金、最經典嘅一段歷史。踢拉踢盡香港熱話新聞，請多多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踢拉各社交平台，支持踢拉繼續營運。